来看立法院准备要审查7个大法官互提名人，民众党团今仔提出11问，要求这7个人都爱回答，要安怎来维持司法独立等问题，嘛包括死刑的议题。另外，总预算案伫立法院这会期开会头一日，就互拿笔退回。民进党团嘛讲要实现，国民党团就批评讲，莫甲大法官当作是救援部队。希望大法官被提名人能够据实的回答。就来提了文官对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发出11个问题。立法院民众党要求7个人回答被问题，包括如何维持司法的独立，抑个保障人权，其中也包括死刑存废的议题。总调吴国昌批评，伫咧20宪法法庭判决，讲判死刑这样犯罪情节上严重，是恐惊违反法律明确性的原则，要求大法官被提名人爱讲好清楚。整个判决里面没有任何说明，没有任何定义，也没有任何例子。什么叫做犯罪情节最严重？你们认不认为这样子的立法会违反法律明确性的原则？民众党强调一定严审，若是无回答问卷，就无可能得到民众党的支持。立委王晓玲是准备要提案，将实行的条件自过半数同意变做2/3，那遐也已经列做优先的法案。因啊，立法院开议第一天，那边就做伙退回3条的总预算，调亚立委搁再过招。不要动辄把司法搬出来尤其是想把那个大法官作为救援部队，请行政院要对我们的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善意的回应，我想这就可以获得解决后续应当有的救济管道也都会同步来研议。行政权受到强害第一线的是行政院，所以对于是否提出释宪案，民进党团会站在尊重跟支持的立场。吴国昌即期赖总统伫咧2008年做民进党党团干事长时阵，就把提案要退回总预算，要求民进党唔当双重标准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准备要亲自拜会在野党团，要继续沟通，不过也是无排除要先前救济维护编列预算的完整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